各地古迹中华孔子庙头前有一丛50年的老青仔，是当地正重要生物基地。不过今年找这树仔破病了后，治疗了后是效果不明显，经过专家评估，认定是爱甲撤掉。中华县文化局特别举办音乐会，还有祈福活动，感谢这老青仔陪伴过大家。 一组一组的学生囡仔轮流表演，用歌声、音乐声，要甲这丛有50岁的老青仔相识。固定古迹中华孔子庙头前的青仔树，树叶仔生甲真旺，袂少人会伫遮休凉。即阵因为树仔破病，准备撤掉，民众拢真毋甘。就感觉足够好笑的，想要来家己纪念一下，来听一个音乐会，来看老树。这丛树仔已经50岁啊，嘛要甲刷掉，感觉足毋甘的。中华县文化局表示，这丛青仔树因为着病、树壳感染、烂规大片，阁有白叶，进行防治无明显的效果，树仔有倒去风险。县府决定甲老青仔撤掉。文化局嘛特别举办4名教育活动，透过音乐会甲祈福活动，感谢老树半世纪的陪伴。 祝老树可以在天上开心，然后做成吊饰给我们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祝福新的树欣欣向荣，长得跟老树一样茂盛。这丛榕树会当讲是大家重要的记忆啊，所以我嘛计划讲在这榕树移除了，阮会做一个处理就下摆会做一个这个钥匙圈。 文化局预计后个月就甲这丛青仔树刷掉，会甲健康的树枝摕来做锁匙壳仔，送予参加烧尸活动的民众。刷后会伫共一个所在改种橡仔树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